咱来读这个1980的小说，我感觉嘛，我那嘛真精彩啦，只是读的是淡薄啊叮当安尼，吼，尤其大部分有个安讲伊迄个故事，所以我是真推荐讲会使去配合这个啥台湾笔合来看啊。当然，戏出的表现方法甲小说，或者是若准讲有电视，吼，可能嘛无啥相款安尼，所以罔参考啦。我看下我要做一个什么动作，我想要甲打去一个什么所在。所以我淡薄时间一个几秒钟的时间安尼。反正若是伫迄个啥 ，YouTube 顶悬伊就是有连接啊，当然是敢若迄个叫做啥英文版的文字啦，啊那当然就是敢若有声音尔尔，主要是爱有这本文本，你较有通好读安尼。好，这个 Erica 甲这个芭比来啊，罔听。所以我看我要打一个什么连接啊？阿伟老师，我今天用听的就好了，我不知道我按到什么，我又跑到上面。我说我今天要在楼下，因为你头前的在，你就要听。是，无问题，安心自在。来第，有当阵啊听，当然迄个啥小说的内容有文本来读是较好势啊。其实我嘛是有感觉着讲。写作文字的时阵，甲你用嘴讲出来，迄其实也是有真差啦。因为到目前为止，有一寡人伊就认定讲，书面语甲口语是有所真差的。啊，这个真差，我嘛毋知呢。因为可比讲以我家己，若准讲，我伫拍一寡字，诚做写作，不管写啥，迄有当初确实有一寡用字，嘛敢若无相款。啊，你读的时阵，不管是读啥的作品，当然目前为止我咧读别人的作品的时阵，有几届啊，我家己读完了嘛，戆影一两秒，安怎讲？迄个作者所写的话句啊，甲我想要讲的，我念出来真自然，就甲念出来，就是迄个作者伊写出来的用字啊，所以家己已经至少一两届吧，伊敢安尼写，你甲看，真正安尼写啊，所以我就讲。迄毋是我熬念，是因为因遐个作者真正就熬写，甲台语人迄个开口写出来。所以当然，即个物件有当初啊，要安怎讲？毕竟是语言，啊语言就是声音，啊敢若是声音，其实就是爱较直去提出来讲。啊当然，头壳内底若无物件，啊是物件无啥物件，你当然讲无嘛。啊毋过，若一直 input， 当然。前一阵我看到一个日本人，伊学中文嘛，讲学10几年啊。你莫看伊的画面，你莫看迄个种，你敢听声音，你嘛听会出，迄是一个外国人咧讲华语。啊，当然你嘛听有啊。啊，所以对咱来讲，台语应该是算外国话。当然对现主是30岁以下，有可能是啦。啊，无要紧，反正我就讲。你若甲学到手，可比讲迄个学做美国人，阿勇啊，高家勇，你莫看伊画面，你听伊讲，你听有，啊，你嘛知影是外国人咧讲的啊，安尼又搁如何？无要紧啊，反正咱只是要沟通嘛，对无？到迄个时阵是沟通尔啊，到迄个时阵你甲伊讲沟通，要毋过伫达到迄个能力进程，到现主时会有人甲你淡仔咧讲。啊，语言不过就是个沟通的工具而已。是啦，你看用什么角度来看嘛？啊，所以这反正每项伊想要学某一种语言的迄个动机、目的、态度拢无相款，啊无要紧，反正个人的想法，这啊无勉强的啦，无勉强的。所以反正我就讲，对我来讲啦，台北时间毋是9点至10点。
来遮读寡册。啊，当然，为什么讲读寡册？是因为纯粹要淡仔开讲，讲实在，我可能是有即个材料会使。你讲，等我啉水者，等下呐，我免停。毋过，我感觉迄对我来讲嘛，无一定有啥物较大诶路用安尼啦。所以我才会想讲，有一寡文本罔读啊，有兴趣诶朋友做伙来读，甚至你敢若用听诶。啊，当然，现主时有即种或者啥，声音诶平台，甚至毋知咧，阮细汉诶时阵。听老爸老母淡仔咧哪做是哪听广播啊，甚至家己要读册的时，嘛有种听广播听是毋是使 call in 啊？我即摆现主是咱伫 Clubhouse 要 call in 啊，你著讲台顶的朋友著麦克开过著听佢讲诶，啊若台下的朋友有兴趣想要起来交流嘛，是真欢迎安尼。好啦，反正我著讲啦，多番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啦。台北时间啊，毋是9点至10点，做伙来遮读寡册啦。啊，9点进前咧，9点进前随我意，我著讲我咧继续读这本那孙水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子》，我著讲这真正是不哩啊精彩。我有搭咧确认吼，我著讲这个《开花结子》画书是亲情莫计较 Plus 徐夫人的客兄，你若有兴趣啦吼，确认迄条你著甲 copy 去你的所在，自然就连接到亲情莫计较，甲迄个由原来副校长所翻译的徐夫人的客兄，迄是。D.H. Lawrence 的作品《Lady Chatterley's Lover》吼，我来读这个《开花结子》，台顶的朋友、台下朋友，罔听吼，这本嘛600几页，读到500几页，第44章，处长退休，照喙中国有某囝，例子宣甲无人影，欲跳舞留家客厅，未到入耳招奶声。舞步未见跳恰恰，介意探国闪风兄，看舞会揽个高声，例子会拜是对家。1981年，艺63岁，论斤是67岁。迄个艺是儿童的儿加一个徛人边，迄是一个名姓嘛。在过去我所知吧，可能是顶世纪的艺人吧。艺名人吼，敢若是安尼吼，所以迄是艺字。又定腰子病总去严重大医，也有早前伫中国甲阿强啊相台，金甲头着穿了后，对部队渡过乌水沟，伫高雄起山，就随去病院治伤，落尾啊命受扣断啊。毋过拖一个屎尾啊，就拢舞袂断筋，较济下了后。胸坎不时杂杂，气管正烂，小可起一个冷风，就强要扫起来。嘛拢是即个病母的因果。迄啥后遗症还是啥物叫做病母？啊，当然头前无处理好势叫屎尾，病尾。例子去大间病院替处长摕药啊，袂输伫行走骹，镜头若较食力的时，佫会念伊变做肺炎。招是例子陪去大院治病。1983年，艺的65岁迄当，法令有规定爱强制退休，毋过艺有去申请要延一当才退，料袂到顶时有认定伊做工课真艰辛，清廉的程度达得学了，半成半就准去。这是因外省籍的公务员才有即号本顶。才有即号本顶通舞即款好惊人的代志。听人讲，伫地方做税官，若莫接钱歪哥，敢若逢请客收礼物，就算是好品行啊。毋过，若有因公去探访例子伫大的首长宿舍，规厝间拢是人送的粉酒礼品，四年8节来定头好水的人，甲互定打要委去，真正是喊甲死无人通比。这是一段好啦，我哋时间到，等来读咱的迄个啥1980，这是你无要读，芭比敢有要读？伊安尼好啦，读1985啦。我来讲，
主要是要来读即个1984安尼，读个即个1980无问题。哦，因为这敢纸本尔，伊嘛真艺斗啦，讲实在，真艺斗。好，无要紧，咱就来读哦啊。来顶咱两位朋友就罔听啊！大家看朋友你若有兴趣啦吼，欢迎举手起来做伙读念，真欢迎。好来，1984，因为即个小说算3部曲嘛，敢袂使讲3部曲，反正分做3大部分。伊个3大部分就是用罗马字的数字，吼，一个 I 2个 I 3个 I 嘛吼，分做1、2、3啊。到第3部分的时阵，我感觉应该是算高调吧，就是真正去用掠去形还是啥有诶无诶安尼。好，刘玲嘛来啊，阮只当要，阮只当要开始读尔吼，拄则我是甲迄个开会记子读到拄啊一个段落就准拄煞，我继续读。我可能因为这是算对话啦，所以我可能甲伊读去到276页顶悬迄段，我叫恁后缀着，叫恁才读，我得到安心自在啦吼。Winston 本地人先生，即马小可振作起来，伊就甲 Amberforth 讲话，就准会互千里无奖嘛爱冒险，无一定 Amberforth 就是送喙鬚刀片入来诶人。Amberforth 伊甲叫千里无奖 ，Amberforth 停点，离我行一条，目睭慢慢啊对焦伫 Winston 那边啊，什么意思？伊讲你嘛。你安怎入来？讲真诶，伊动作含慢，伫 Winston 对面诶椅条坐落来，坐着敢若一种，敢毋是咧？伊讲，啊你有翻？明显是有。伊一支手摸下头，两边诶鬓边刺刺咧，敢若要回想啥物代志？代志就是安尼啦。伊无清无楚开始讲，我想会起一件，大概算是，迄是一个疏忽无义，我甲迄种诶。等一下，几秒钟来一个，我是伫迄个啥，开迄个直播，我甲伊放迄个英文字面，伊即个台文版无纸本诶，无电子版诶啦吼。反正电子版怪不管，迄是一个疏忽无义文。阮咧做确定时节诶最后定版，有一纸我甲神 Gioliga 即字放伫上尾，我无法度啊！伊讲甲强要起愤慨，单头看 Winston， 即纸根本无可能改。迄个倒句诶字是 road 歌吼，等下是歌，的歌诶歌吼，的歌诶歌 road 就讲加的 G-O-D 爱加的歌诶歌啊，有安尼。你敢知影规个语言内底敢若有12字通甲 road 斗？我想过若讲想甲头壳强要破去，都是无别字通斗啊。文字讲就对啦，所以较可怜的安尼。我看伊个英文敢有啥物？咱咧讲斗句，当然无当讲文，英文就是直接 rhyme 吼，RHYME， 这应该毋是原底英文字啦。我咧摇。我无确定是毋拉丁文还是啥，我毋知。可我先读到遮，所以两个真啊，这所谓道理那是安怎？当然，就敢若那要安讲，我诶成长经验中无去看过即种代志。毋过透过可比讲，我建议看迄个叫做台湾必合即个戏出，伫内底就是真正拢是人咧注意嘛，对无？即个人讲安怎就安怎，还是有权力的人讲安怎就安怎嘛。甲起码即个小说内底就是讲啊，到底有啊无？啊，讲有就是有啊，你敢有法度含扣？无法度含扣啊。含扣即字敢若伫即个小说内底，你感觉当时嘛有读着啊，所以我就讲对迄个啥，对原文无一定一字对一字，就敢若昨去读着点仔加。啊，伫英文内底，伊是敢若要表达啥物？一片黢黑，所以 pitch， P-I-T-C-H， darkness。所以对咱台语来讲，
拢是用点仔加去形容迄个乌的程度嘛。所以，迄个语境是安尼，要毋过无共的语言，伊可能就是用无共的字来表示啊。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安尼，玉玲是毋是换你读？台下的朋友，即个像有一个古意啊，甲迄个 Clare， 我毋知恁有恁手头有册无？若准讲有，欢迎起来做伙念啦吼。啊，玉玲你有对着无？276页。276页。嘿，我甲较顶悬迄段上尾是，都是无别字通斗安尼。我刚才差不多听你咧做的 rhyme。对，伊就是。rhyme 是敢是迄个韵文啊，文文啊，敢是安尼。就是押韵的迄字啊 ，RHYME 啊，嘿啊。other rhyme。一般来讲，敢是就是文文的意思。韵文哦，我学着是敢讲，什么可要押韵韵卡吧？咱若要讲咱所知捌的，对无？是啊，咱家己是讲扣韵嘛，扣韵卡嘛。扣韵倒句。嘿，扣韵倒句，咱就是即款来讲。对。华语的 rhyme 呢，迄种的讲法，敢若就是讲韵文嘛，韵文咱是讲做韵文。韵脚啊，韵文，我无确定咧，因为我会记伫华语中文啊，敢若讲押韵啊，然后伫读遐诗句的时阵，也是考试拢会甲你考的啦，讲啊这首诗押什么韵，还是这一首诗的韵脚是什么，对吧？拢甲你考啊。我印象中这可能啊，各秀各中的考法了是安那。你个这对吧？韵脚是什么啊？你哦。啊，所以。对。一篇就是足侪句的，安尼一篇叫文。对啊，就是伊是毋是我讲的？伊头摆咧讲迄个 rhyme， 迄个感觉是毋是就是安那？敢若有几句，敢若是小可有倒句的款的文章安尼，敢是？要哪解释？因为反正 OK 好，来继续。276页中。爸比就佫无看讲，叫我无听着声。甲你笑念一下吼。是安尼啊，我就讲嘿啊，足久无听爸比的声，因为真早真较热因啊，即马就4月啦，就较有时间来睇啦。嘿，我来讲，没啊，有影响来，因为我工课足侪，我有一个本来是就较正重的工课，即马我先退出啦，所以讲即马有。会使较冷的安尼。家己小喘一下啦，莫家己比较安尼。有哦，等家己管好，我头壳内我想讲要去倒位，准备去倒位看电影要。安尼袂歹，安尼袂歹，真好。你学了真赞，好。等下有啥物再甲大家分享，一个发生。继续读下。我教育我其他个滴滴答答反正。冇问题。伊换一个面色，原本的气都消气啊，一时佫敢若伫欢喜的款，一种意识的混乱，找什么？伊这是咪空？空啊，空对无？空空迄个。这是要哪读？空。伊的英文是啥 ？A sort of intellectual warmth, warmth, the joy of the pedant， 敢若是安尼吧？还是搁后壁？Who had found out some useless fact， 一种知识的温暖嘛，对吧 ？A sort of intellectual warmth， 哦啊，册空嘛，空暗的空嘛，对吧？ The joy of the pedant， P-E-D-A-N-T 嘛，对吧？
册空吼，Payden 嘛，应该是 Payden 吧，是毋是？了解，咱就去查一下。册空找到无路用自信，迄款快乐伫伊面里发光，涂粉加喙鬚油啊，嘛看袂掉。你敢捌想过？规个英文史的历史，拢是英语真欠文字即个事实决定的。无，Winston 毋捌想过有这个代志，伊嘛无认为即马讲这是有啥重要也趣味。你敢知影即马是啥物时辰？即马读 Emperor Ford 吧，对无？我是读 Emperor Ford， 我嘛毋知，我嘛无听过，我嘛无去看即电影。我伫外国人嘛吼，伊也袂跳出来抗议啊。好啦 ，Emperor Ford， 那就统一 Emperor Ford 好啦。Emperor Ford 佮行一款，佮行一款，佮行一款。就搁串一条，因头前敢若已经小可去互伊惊着嘛，伊该画嘛，对。是惊一下啊，因为是惊一下呢。搁惊一下，搁惊一下，搁惊一下会款。惊着就惊一下嘛，顶下嘛，啊，毋过伊这是啥下呢？即个我即个两个。哦，你讲的即个我看。搁惊一下会款。也毋过伊英文是讲 Emperor Frost looked startled, startled, startled again。哦，安尼搁惊一个。系啊，伊是 startled 呢，所以。就是伊只番搁惊一个迄款。因为咱一般讲拢会惊一下嘛，对无？对。啊，惊一下，因为伊只搁惊一下，我会感觉着想接一个，安尼头前搁一个啊。因为头前是 Emperor Frost 听话了啊，惊一条。头前是了啊，惊一条。啊，即马看到伊即个 Winston 吼 ，Smith Winston 啊，立马来，所以。等于是讲，即两个人伫外口伫别位有熟识，啊，伫遮小长头是惊住啊，你哪去用嘛掠入来安尼？啊，即摆佫甲问时间，伊佫惊一个。啊，毋过一般咱会讲，咱会讲，嘿，咱会讲迄个算第七条迄个字，啊，毋过伊真正煞用即个第五条的即个字，啊，敢会是伊佫用即个汉字是量词，对无？咱惊一下，迄个惊一下，迄敢算量词？迄敢会使算量词？还是嘛算量词？一下、两下、三下，毋过是一个呢。嘿，咱一般咱讲等一下，对无？等一下，毋是等一下，对无？咱一般讲等一下，毋是等一下。你咧等一下啥？等一个人，哎，只是咱一般讲惊一下，伊说叫惊一下，啊，所以。所以我伫遮就惊。我记有机会才甲伊请教，惊一下会款。还是惊一个，伊是咧惊一个啥物物件，毋知影。我就讲伊，毋知影。所以我就讲伊的英文是 looked 吼 ，looked 嘛 ，startled 安尼啊。looked start again， 迄个 start 应该是一个形容词嘛，可能就是，就讲对台语内底嘛，就是啥物戆影、戆气、戆气遐个讲法，伫英语嘛上讲有足侪种讲法的嘛。啊，第一即大家字我是无遐理解 ，startled。对啊，但是伊是用个嘛，对哦，系啊。好，我简单再搁讨论下。我无啥去想着这，因甲我掠着是用2工，抑是3工前，伊目睭若顺壁顶，敢若半午嘛会找到一个虫啊！伫即个所在是每日拢无差，我嘛毋知通安怎计算时间。两人讲东讲西，几若分钟，嘛无特别引单，煞去互千里无话，叫因安静。Winston 点坐咧，双手相拍。Emperor Frost， 我是读 Emperor Frost 啦。我真正字我袂晓读歹势吼。嘿，
就是 Amphipolis。你甲当做 Apple 啊？好啦 ，Apple 好啦。对啊，你当做 Apple 啊，头前的 Apple 甲改做暗嘛，因是 AM 嘛，所以 Amphipolis 啦。好啦 ，Amphipolis， Amphipolis 人大张，医疗伤下，坐袂舒适，伫遐绕来绕去，小压的两只手，连咪囥即边骹头有，连咪囥迄边，千里无甲惹，叫伊莫叮当。时间得过2分钟，还是1点钟，报讲。外口阁有遐讲的声，我是在总府求索，用总府求索，连咪真紧，连咪真紧，为什么要用一个顿号？所以这个顿号应该是并列，就是 at once 还是啥嘛？连咪，就念咪，若是我会读念咪啦，因为是顿号啊，迄嘛是一个符号嘛。啊，你讲念咪来念咪去，对无？念咪来念咪去，你当然会变调。啊，毋过伊是用顿号隔开。伊无讲念咪真紧，念咪真慢。无啊，无啊，我就若准我是我会读念咪，因为第一条啊，敢毋是念咪啊？啊，你读的是念咪，当然咱伫口语上可能嘛安尼讲，啊，只讲迄个念咪是。我的思考就是讲，你讲的念咪真紧，啊，但是咱念咪真紧，无，爱断开，念咪甲真紧来分开的，因为是顿号隔开的哦，所以念咪真紧，毋是念咪真紧，你知我意思无？念咪真紧，念咪真慢啦，我是啊，拍手甲啦。你安尼家念起来呢？你安尼是家念起来呢？对啊，伊就是一下子快，一下子安怎？我看嘛，伊的，要毋过伊的英文是啥？顺 ，very 顺，顺 very 顺。好，安尼了解，顺 very 顺啊，我了解。伊是顺 very 顺，哦，你继续。念咪，好啦，安尼顺 very 顺我了解。念咪真紧，环西边5分钟，环西即马听讲站来到遮，有的确倒着伊啊。门开开，侧面的少年警官看入来家房，手简单一个笔，是 Amphipolis， 101讲 Amphipolis 互警卫夹咧，慢奔行出去，表情留啊不安，不过无了解状况的款。看你，你遮拢差不多啦。无顶无下，无过把这段接袂好啦。时间若像佫过不几步，我是干腹肚佫疼，伊的心照共一个细。即字敢若是种探推，敢若是最近即。我袂记是顶一批还是顶批的教育部新就是讲，伊只已经到第5批的字啊嘛。我记探推敢若嘛顶一批啊，顶批就收入来啊。我袂记啦，敢若是安尼。探推可能佫较认一个。好，我念这个。伊的心照共一个细，照共一个细，探推一遍佫一遍，敢若一粒球一摆佫一摆练入去。共款规个芳，什么叫一粒球练入去共款规个芳，规个共款的芳，伊是咧啥共款规个芳？我看呀，like the ball falling again and again into the same series of slots， 所以是毋是类似？共个芳啊。对啊。你读英文安尼是共个芳，啊，毋过伊是讲共款规个呢。练入去共款几个芳，共款几个芳。我看，敢若一粒球一摆搁一摆，练入去共款几个芳。Like a ball falling again and again into the same series of slots， is series of slots 哦。
就是一系列的啊，啊，所以有可能对不不 ？Series of slot 嘛，嘿啊。安尼我就了解。我想我奇怪，赶快来规个拍就是伊迄个，我了解，我本来 the same serial，伊心肝内敢若6项，伊心肝内敢若6项代志。Only 啊，Only 啊。伊心肝内敢若6项代志，我倒听一块拍，会甲爱叫。Oberon Julia 喙手刀片，族谱搁一个究竟是叮当的遐讲声过来啊，门一个开，溢过来风有足重的凊汗味。Parsons 行入来，穿卡其底裤甲运动衫，搁遮好啊啦。对，搁遮好。你讲一句咧？反正就开始要讲后壁故事的款吧。嘿啊，搁遮好啦，搁遮。先到遮。好，感谢。好，俊弟嘛来啊，珊妮嘛来啊，吼，反正就是阮遮打开始读无偌久，只拄则有小可迄个啥，一寡字词的小客安尼啦。吼啊，我即么看到伊遮个 khaki， 我毋知 khaki 的英文是啥，啊我才看到迄个英文，敢真正英文啊 ？He was wearing khaki, Khaki。这个写法就像台语的写法呢。我讲，我搁读一个，我是读英文哦，我读英文咯。He was wearing khaki shorts and sports shorts。khaki shorts。khaki本来就是外来语啊。是外来语啊，所以是 Khaki 哦。考旗制服的考旗对不对？是啊。对，卡其制服无毋对啊。啊，这是嘿。啊，所以拼写做英文真正是 Khaki 哦。我真正看到。这我无去听课过，但是我直觉就是。我知是外来语，啊，就是咱以前咧穿迄款对，的。就是小可土黄色嘛，对无？小可土黄色迄种的嘛，啊，所以进伫咧环境当中无理解，袂去知觉着嘛。咱即马甲回头想，一直到呾，迄是毋是叫做再教育营？对无？迄是毋是就是一个再教育营？甲所有生囝拢当做军力的管理，安尼哪会对啊？莫名其妙嘛，对无？啊，所以咱尤其第一顶，咱大部分讲拢顶世纪出世的人啦吼，顶世纪出世的咱我啦吼，无即个知觉。但我最近开始有愈来愈侪人去知觉着，对啊，这毋就是一个再教育营吗？敢毋是？啊，所以较去衫、较去布迄种的，所以这当然时代一直在进啦吼。啊，然后看过有啥物字？迄个开吼，我讲这，伊就是我发觉周云晴先生。伊拄了即种叫做啥？爱轻读，双读字爱轻读的这，伊敢若就会用汉字甲罗马字甲伊分隔开。啊，当然对咱来讲，我就讲即个开即个吼，比更少爱考的。伊的英文是啥 ？The door opened, O-P-E-N-E-D， 就是拍开嘛，所以门开啊。当然，其他就是啥物房间凹翕热，你去甲窗啊安怎？啊后壁就你选，啊叫你选罗马字。你知影当然是开啊，只是迄个开到底是要2字还是3字？啊2字啊3字，伊迄个轻声到底囥在倒位？迄个比更反正就是一定会考啊，只是因着讲嘛，敢若是5年的轮回一届的款吧，敢若是安尼，我袂记得，反正。我无连续去考过遐尼济届比更啊，反正我就讲迄个啥 ，open it， 开，it's opened， 就是开，是开，我讲我袂记，我就是要考即个物件就对啊，所以伊的英文是 the door open， 爱着门开安尼吼。什么？庆面伊就讲
冷面笑匠的冷面笑，就是 cold face， 面冷冷啊你，啊就改换做庆面啊你啊。当时我就讲，伊这个所在，我看到迄个啥，半黄网，伫迄个啥，台语内底有足侪即种半安线的，有当初啊，可比讲，半梯岛、半下梯，啊个半啥？哦，我伫迄个南村水小说内底是听到，读到迄个半声半，半声半，所以迄讲，今仔日当时，我就讲，咱的教育部的字典，伊接受正规式查询法，啊，你就会使去查一寡，可能半开头的词有啥物词，我就去查，也是讲有啥物词是啥物字做阿母的，所以在过去可能工具也是网站网页无遐方便的时阵，真正就是爱一仔显一字一字去查，甚至我听阮迄理事长咧讲，因较早咧学台语的时阵，逐工拢派一本足大本的字词典，我怎免啊？即摆手机啊摕来就挺好用啊哩，所以真正差足多啊！我想要找迄个伊讲半黄网迄。I thought he half expected， 真正是半 HALF EXPECTED， 真正是半黄网，所以这安尼听起来看起来对英文来讲就是无啥物了不起啊，就是有一半黄网，个另外一半无黄网安尼啊，所以就是因去用掠来这个所在，就是伊讲啊，敢若半黄网会找到一个虫啊，就是无啊。四周围拢无虫啊呢，然后伊迄个啥，讲东讲西骨啊分钟，they taught desultorily 哦 ，DESULTORILY for some minutes， 就是讲东讲西，还是世界讲还是安怎？然后拄食迄个啥，玉玲读即个音我无确定咧，我是会读。音端甲音单晓，敢若是毋是两个音拢有啊？我袂记起来。我来讲，你若要考教育部的认证，爱读音单，爱读鼻音晓。爱读单。哦 ，OK。咱一般咱的字角，咱会读音端。对。但是爱读音单。爱读音单 ，OK 好。这我有解过。是啊，尤其若要参加教育部的，就爱特别刁。就讲这种物件，就是你爱，比如讲就讲习惯啊，还是你家己爱真有底觉啦，像底觉讲，我这样是要参加考试的，还是我这样无要参加考试的，所以这迄个啥，我就讲奥小讲的吼，爱随时觉知，随时观照安尼，知影家己到底咧讲啥做啥。好，毋知拄只玉玲头迄个，我会记啥？探推对吧 ？THAM 第7条 ，THUI 第7条嘛，所以探推，伊即字我会记嘛是顶一批，还是搁顶一批有收啦。这是我看嘛伊的时间若像搁过不知久，吼。His mind saged round and round on the same track, SAGGED， 所以就讲伊的心照共一个势，探推一遍搁一遍，所以这个探推应该是一个动词嘛 ，SAGGED 的款应该是安尼。伊的英文是 His mind saged round and round on the same track， 对，伫咧，对嘛？下水的。下水哦，是下水哦。Sag， 下水的。SAGGED 嘛，是个音哦。我都改，我来看到读到 G 啊，是啦，伊运动是重复字尾加 ED 的迄款。是啊，我的意思讲，看到这种的，我感觉大部分都会讲读对 G 迄个。对，我刚才读迄个，细个
我感觉较袂，当然我是外国人，即字我毋捌读过，我就照我的语感我读。伊是个的音效，伊是个的。sad。OK。His mind sagged round and round。啊，所以探推，咁探第7条会变第3条嘛？探推，探推。我讲我即字嘛，敢若真歹写。印象中，敢有无敢受即个探的汉字的款，我袂记。所以即马敢有无公布的第5批，总共是1652个款，敢若是安尼，1652。啊，当然台语人讲话是毋若只1652啦，若敢若1652要透够，无够啦。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是毋是？Sunny，我你读过，阮拄则是玉林是读到迄个277页，Parsons 行入来，穿卡其底裤甲运动衫遮。好，哎呀，277。有277啊，门开，敢是遮？无，船下骹277啊，船下骹3逝。即届 Winston 伊会行去甲袂记得家己伫遮，伊讲，person 甲 Winston 表一个，咱是内底无趣味，嘛无理外，干那悲惨，伊行一个停一个，偏偏是都徛袂知。只要伊甲豆爸的骹豆腐剩滴，拢看出来两支骹咧喘，伊目睭开大大，无叮当，袂输得一半近半远近半远近的啥物物件，目睭刷袂开。看到这？好，感谢啊！这换迄个啥 ，Winston 行一个，伊拄则遐就是277啊，伊遐讲行机甲袂记得家己嘛，含拄则迄个 Amberfrost， 佮行一个会款安尼，迄个行伊是用共一字 START LED， 你看啥？多少？看谁？伊迄个啥277啊，迄个讲，即届 Winston 行机甲袂记得家己，伊是讲 this time Winston was startled STRT LED into self-forgetfulness， 袂行机甲袂记得家己安尼，所以即啥？当然对咱台语来都会可能是可比讲惊一个硬气，还是就是惊嘛，还是戆影，还是错，还是反正是后壁迄可能是硬气，还是袂顶袂当，毋知影嘛。啊，毋过伊的英语就是用 startled START LED 安尼，所以两个时候拢用即字 START LED， 啊，毋过伫 Amberfrost 遐伊是翻译做佫惊一个会款，啊，则是 Winston 惊奇。讲惊奇是无即嘛是咧 checkmate 迄个惊奇哦，惊奇啊，所以惊奇这有当初是毋是会去牵涉到共音字啊？所以我讲张群身心咧处理的时阵，就是调工要家处理较斯文语啊，安尼啦。所以这嘛是即个小说硬到无好读的所在安尼。所以我毋知咱大家顶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然后伊顶悬有278啊，遐有一个是半，我是读半远近啦。啊，当然伊就讲嘛，你要读远，我毋敢讲毋对，因为迄字本正就远，即种算文音，甲远即种鼻音嘛。啊，所以若英文伊的原文是啥？His eyes had a wide open, staring look.
as though he could not prevent himself from gazing at something in the middle distance。哦，这是 middle， 所以真正是半远近。伊头前是咧什么？半远望是讲 half expected， 一半希望嘛。啊，这个半远近是 in the middle distance， 半中途。所以一个是 middle， 一个是 half。啊，毋过伊就是拢用即种半远近、半远望。我就讲到底内底收迄个什么半安怎迄个，就我就讲嘛，台语应该嘛是讲的，就是用什么半梯倒，讲倒毋是倒啊，讲梯毋是梯啊，伊就是迄个曲势要安怎讲？敢若是有人讲，伫咧迄个啥梯椅遐吼，是毋是？也是什么侧身？啊，种困瘫起的姿势，伫咧眠床顶，啊，甚至是伫咧床前。也就是讲，你若俱乐部甲看，伊可能你感觉可能真正困去啊，要毋过伊敢若就是互伊家己随时听个亮起来起身，直接走出去，或者敢若半梯倒。啊，当然迄是一个姿势啦，无一定代表伊的精神状态，因为可能伊迄个屈势，我就讲嘛，可能就是除了困瘫起以外，甚至迄个骹头嘛，可能佫弯翘。啊，双手甚至佫揽伫咧胸坎前，毋是囥伫咧骹腿，也是尻川皮迄搭遐，就是要讲迄个状态，就是你若伫天棚看迄个人的身体的姿势啊，伊有可能呈现一个尻川皮以上是直的，甚至小可弯弯，要毋过伊的骹腿是敢若一个注音符号迄个齿吼，要安怎讲？一条齿嘛，就是弯翘安尼嘛。迄是中官号还是啥物迄？还是苏明号？我袂记得。哦，所以半梯倒有可能即个状态。啊，即摆只是半远近，头前是半远望安尼。哦，啊，所以教部迄个就是咧去找半啥物货。所以讲 gazing at something in the middle distance， 所以目睭刷袂开。因为主要是伊用 gaze 啊 ，G-A-Z 应该就是前嘛，啊，所以伊头前伫咧讲的时阵，伊后壁甲即句话，甲人 G-A-Z-I-N-G 放伫咧上后壁，目睭刷袂开，可能定调的是安怎吧？然后伊头前佫啥 staring look， 就目睭开大大，无叮当，袂输咧前半远近的啥物物件。目睭刷袂开 ，His eyes had wide open, staring. S-T-R-I-N-G， 迄就是我记 S-T-R-I-N-G 应该是敢若咱咧讲的前啦，所以后壁才会翻做前即个动作安尼。所以讲伊真正真厉害，有够对当的安尼。可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这你有对着无？阮读到278啊，对只3年敢读得的几组啊？啥物事？嘿，半腰歌，哦，半腰肌，无食无，对，无食饱，食无饱，也是甚至尾来讲，啥物出外人食袂枵一个安尼，啊，半腰肌是真惨，就是可能一工敢若食一顿尔，是安怎吧？迄可能就是伫迄个。讲走空是迄个时代吧，听着一寡时代人咧讲安尼，就是半安怎啊？无真正枵着嘛是有物件通食，只是无食啊侪尔。歹势，好，歹势，准题是毋换你读278？上侪 Parsons 讲。后强要滴，伊的话了，听会出伊完全是
做选嘛一种相信的向度，伊相信这个事必然会实用，伊亲像伊生对于更较严切甲数，伊想应该会报甲我称赞。你加读一字啊，袂阁甲我是袂甲我尔嘿。伊想伊应该会甲我庆祝，话啦吼，兄弟的，若无实际做啥物代志，只是想家己无法度控制，会安尼就甲，会安尼就甲人庆祝吼。我知影伊会互咱一个公平心态。我是信任伊，伊知影我的记录，敢毋是？伊知影我是啥物反人，我厝里是歹人，无巧农业，好足职业，我拢尽力做，敢毋是？我比5年就会当出来啊！吼，对吼，也是10年。像我即款人，老解城内底会当就机会，我一摆打叉，就甲我庆祝啦吼。你敢做 Mr. 我当然做，80用感情用钱礼物换一个，讲敢会赢有补的啦。你想敢会伊迄个长脚仔面甲面前啊，甚至有淡薄仔假轻视，上多是足恐怖的物件，因为伊若咧假死，足干的。你凡事家己也毋知，就丢着啊！你敢知我是安怎丢着？咧困的时，对，事实就是安尼。我逐日安尼打拼做工课，真力，煞拢毋知影家己。头壳内有歹物啊！我就讲下面啊，你敢知影我讲？你敢知影我讲啥去？哦，你敢知影我讲啥去互听着？大家。好，感谢啊！我讲真无好读啊你。迄个278啊，上尾迄句，因何外口句你搁读一下好无？278啊，上下骹迄句。或者是头前一句会使接续落去念，因为敢若是语气是共款的。伊若咧假死，对，因若咧假死，应该是因若咧假死嘛。因为头前讲思想做足恐怖的思想做是足恐怖的物件，有诶，对无？因若咧假死啦，可能会使咧判断吧，就是因若咧假死，应该头前后壁会有物件。啊，毋过伊则是讲，因若咧假死，伊就句号啊嘛。啊，迄个句号，即个因若咧假死是头前一句会讲的嘛。所以伊即个，伊是讲 he said sententiously， 应该是安尼吧。所以假死，因为thought crime is a dreadful thing. Old man， 以为啊，这伊家翻译是 old man。老人，所以我讲伊即个翻译真正有够厉害，我就叫我翻，我无猜到。然后就是279页顶悬就是有2个钓钓嘛，我就讲迄个钓钓是咱一直拢有读到过迄种尾钓迄个概念嘛，只是伊只
伊遮要安怎讲？咱袂去讲，遮应该袂讲得到啦。It can get hold of you without you even knowing it。你敢知影我是安怎钓着？Do you know how they got hold of me? Got hold， 伊用 got hold 钓着。你凡是家己也毋知影，你凡是家己也毋知，就钓着啊，就钓着啊，应该是安尼，就钓，就钓着啊，还是钓着啊？而且是第八条嘛吼，就钓着啊。你看 ，it's insidious 哦，足干呢 ，it's insidious。insidious，it's insidious。好，你凡是家己也毋知，就钓着啊。It can get hold，get hold，G-E-T 嘛，叫杀着、脏着迄个概念嘛 ，H-O-L-D 嘛。It can get hold of you without you even knowing it。凡是你家己毋知，就互钓，就钓着啊。Do you know how they got hold of me？ 你敢知我是安怎钓着？你若是真是，无迄是钓钓啊，这是钓钓啊。但我感觉那会敢若，互我感觉那敢若较像钓钓啊，步落陷阱内底钓钓啊。我毋知咱第一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你也无带喙啊，你就钓着啊。COVID-19 就钓着啊，是安尼无？有可能会使安尼讲，因为病毒的传染嘛，冲来你的鼻喙嘛，所以你爱挂嘛，所以有可能安尼钓着。因即两字安尼读字，当然简单讲就是讲，后壁有受词，安尼就爱变调，若无受词就爱轻读。你钓着啥？我钓着病毒。你钓着啥？我钓着病毒。这讲啥？就钓着啊，对无？就钓着啊。你敢知我是安怎钓着的？伊就是，迄就是。钓着啦。钓着嘛，吼，应该是爱两个人头。钓，因为伊是第八条，伊会变条，第八条变第三条啦，所以钓着啊。钓着啊，因为要变第三条嘛，钓着啊。钓着。因为伊的字尾是H 嘛。对。也毋过伊第一句第一段的时阵，伊拢无任何符号嘛，吼，就钓着啊。也毋过到第二段，迄个钓着是伊煞颠倒第二个钓后壁加一个轻声符，对无？伊煞。伊是安怎钓着的？嘿，你敢知我是安怎钓着的？对无？钓着的。对，这是我的中部腔啦。伊是安怎钓着？嘿，钓着的，对无？嘿，你是毋是讲一个？对，就讲伊。嘿，你讲，歹势，你讲。首先回应你头先讲即个吼，我感觉伊伫遮的前后文的语感的关系来讲，其实我嘛同意头一个，就是头对头的时候，我嘛感觉是钓钓。头一个钓着，我是感觉我想着嘛是钓钓。嘿啊，伊就是 get hold 啊，就是迄个语境嘿。就敢叫杀着迄个感觉安尼啊。对，你是你凡说家己也毋知，你就钓钓。嘿啊，你就钓钓，你就对啊。是这个意见。嘿啊，伊就讲伫困的时阵啊，所以我讲这真正就是伫迄个情景，真正敢若读册你就是犯罪啦，看有影无？所以讲钓着是倒一个 Q。钓着，这钓着应该是算因有轻读啊，就讲即两字到底要有轻读，无爱有轻读，是爱看伊后壁有受词无？若无受词，应该是爱轻读，或者是讲大部分是安尼，或者是讲是优势腔是安尼。当然，就甲对了玉玲所讲的，就是中部腔可能迄个腔会小可无共安尼，因为就讲变调伫台语来实在是太复杂的。到部的遐，因为目前咱就无一个
非常正式的官方组织咧甲咱讲，归纳出讲哦，大体啊大部分是啥物状况，啊其他我是咧宏源算台中吼。我毋知影伊目前咧讲迄个台中含咱你可能咱厝边啦，对啦，就是一般来讲就是中部乡啦。中部乡，中部乡就是数百不分啦，阮就是无第八条的啦。哦啊，因为伊的第二个调就煞颠倒第二个调后壁用一个轻声符，啊，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戆去。啊，毋过即种戆去吼，我可能拢会用照我家己的语感去读。当然有当阵等来看伊的英文是安怎的时阵，才会搁去想看嘛，啊，到底是安怎？因为我今仔日敢若看到迄个像乌圆哦，伊就讲，伊敢若是去互问讲，你较大汉了后，也是毋是囡仔时代，毋是学生时代，才搁甲台语学倒转来的人会困难。伊讲变调上困难，伊家己就讲，有当时啊，就讲完了，才发觉着讲该变调无变调，不该变调变调，是变到乱七八糟安尼。我就讲啊，迄本正伊变调伫台语实在是复杂的啦，太复杂的啊，所以迄若毋是自细汉讲台语讲到调北啊，讲到调伫喙字的吼，迄10讲9毋对，我感觉嘛算拖好尔，因为真正是太复杂啦。啊，当然，歹势个起码教授诶话提出来讲，啊，着加讲寡加通看，这真正我想无有啥物会使较快速的方式，我毋知影。好，这真正是复杂的啦吼，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呢？即个可能50几分啊，安尼咱是毋即个部分先读到这啊？因为准备要来压尾啊，伊当咱无想咱拖一个伤长安尼。好，安尼咱是毋是来读咱的压尾？离婚闪事，咱今仔要来读这个啥？海水花吼。好，安尼是毋是准备互你先帮咱读压尾开头？做文水草头路，波浪花花一身海水花。要行好远，才有环境，才为环境替换形体。有缘向人斟酌小看。网络内底心拢是同一个。好，感谢啊！我毋知影爸比你有即本册无？应该是有吧？吼，有兴趣嘛使网读啦吼，安心自在。啊，迄个送，玉林先读好无？有无？有册无？200页，200页。哦。还是迄个送，Sunny Erica， 还是芭比，还是我先读，我先读好来。后壁再看谁要接手拢会使，安心自在。我上尾读。好，你要上尾读好，来，我来读这个海水花，云雨落地，分做草头路，波浪碗花结成海水花。要行好远，才为环境替换形体，有缘向人斟酌相看，万物内底的心拢是共一个。当然有一寡字我是读我的 Q 啦，我无完全照伊的罗马字啊。就安尼，毋知玉林还是Sunny，或者是芭比咯？这里吼200页。Sunny要先读吧，还是芭比？我来读。这个海水花，云雾落地，分水草头路。波浪花花结成海水花，人心真少相看，
公布内底新拢是共一个。好，感谢。安尼，爸比讲有想要读200啊，还是你会使看200抗议啊？看你。你讲好。系啊。海水花一个。对，海水花，对，海水花。哦。云雾落地，云水草草落，无浪我看，结成海水花。要行好远，啥为环境退换身体，有关人成绩相看，无无内底心拢是共一个。好，真好，你是看罗马字读的，所以对阿权读迄个出世上的白话字有读出迄个啥心得，真好真好。啊，当然讲有当阵迄个变啊变调，这真正就是讲真复杂啦。迄个啥，一直练习才会使，对我来讲啦，才会记得，因为我声音伤少啊。我嘛是共款，我就讲我读白话字，我真正读袂出来迄个声字。啊，第二段开头迄4字嘛，那敢若看罗马字，我嘛敢若读会出来。要行好远，啊，读出来了后才说哦，要行好远，因为迄个行就爱变调。啊，毋过对我来讲，我若敢若看罗马字，我嘛敢若我就照读，要行好远，我嘛是安尼。所以真正就是读罗马字，就是对我来讲，我的训练还佫无够，我家己嘛感觉啦。哦，这有真差，我分享一个。我拄则我声音无够侪，就是安尼。因为我听有你的意思。你讲读煞了后，你知影是要变调，讲要行好远安尼。对。啊，但是对我来讲，我会因为无迄声音嘛，啊，若干那即句，我会感觉，我会叫讲，就是照这字面安尼读安尼。对哦。要行好远，我会叫是安尼。对啊，变安尼啊，所以这真正就是因为。台语是一个声调语言，伊会变调啊，所以这两天我看到一个人，伊用罗马字写，然后伊是写讲，敢无意思？敢无意思？咱知影敢无意思？若要用华语去理解，是讲有意思吗？是一个疑问词嘛，对无？敢无意思？也毋过，伊若无够实施，对罗马字无够实施的时阵。伊迄个感字，伊就干会写第一条，因为咱读念册较想是第一条，敢无意思？迄字就是第一条啊。毋过实际上，目前因为一直到当，也是有人会晓字，也是有人会质疑，甚至会讲啊，太无爱念册就写成安尼啊，对哦，敢无意思？敢就是 KAM 啊，第一条无毋对啊，敢无意思啊？毋过目前咱大部分是拢已经接受，尤其是若已经。你知捌台语罗马字的，你大部分拢是接受讲，就是爱写本调，啊，读的是爱看款，有当初是爱变调，你爱读变调，啊，有当初是伊就是读本调，佮讲迄个轻声符就是读本调啊，类似安尼啊，啊，所以真正就是讲嘛，讲话含听就是，我就讲，你免啥学习，若是一个正常的，我就讲啊，两岁囡仔开始甲老爸老母阿公阿嬷因吹因气，一定逐工拢 input 啊，对无？两个进前，2个365天，啊，每一天可能拢超过10点钟、20点钟 input， 到向有一天开始做因字。咱搁要读册捌字，迄若毋是你家己有够拍拼有够久，你是读无落来啦，啊，所以当然对一个语言来讲，听讲读写是4种能力，爱同齐学习。但毋过对咱来讲是正常的语言是。对咱的母语拢是，照你讲应该是你听含讲几年啊了后，你进入体制就开始学你的语言才对啊。啊，毋过咱遮煞毋是啊。好，
啊，你看，会使请教一个 L O O 要安怎念？路，安尼我，因台语的乌是两个乌啦，两个乌才是乌，啊，一个乌是嘿，路。安尼我开始哦。云雾落地，云做草头路，雨浪晚花结成海水花。你行好远，才为环境配换身体。游玩黄人真足相看，荒芜内底心拢是共一个。好，真好，真好！你看人应该是看罗马尼咧读了完真好。好，我伫罗马尼真正对我来讲，我读无够，就是无参照迄个像蒋维文哦。乌鲁还是乌路，我又搁袂记。路两个乌，台语的乌是两个乌啦。啊，台语一个乌，大部分拢是乌啦。啊，当然，真一种啊，搞嘛人咧争论，也是论辩，一个乌两个乌的问题，就讲迄个蚵仔到底是啥物货？就讲有个人蚵仔是蚵仔，有个人蚵仔是。台语有诶蚵嘿哦。毋是伊咧讲到底是海边的迄个蚵仔，还是种伫田里的蚵仔？啊，因为迄敢若是牵涉到，伊讲迄啥物，我毋知啥物养原因啊，啥物我查无，因为目前反正教育部的就是一个乌是蚵，两个乌是乌安尼。啊，当然对白话字来讲，伊就是讲有点无点啦，有乌点的才是乌啦，无乌点的是蚵啦，安尼啦。啊，所以这就是有争吵，啊，这反正就是一种符号嘛，迄个符号是有伊的规律性甲确定性。啊，不管你要学倒一套，你要学白话字 OK， 你要学教育部的话是 OK， 你只要学一套，学起来就好啊。啊，莫三心两意。当然有当阵若无人讲、无人看的时阵，较伤影。啊，太有当阵写这，有当写迄啊，到底要安怎读啊？因为第一个白话字，1920年代嘛是 TS 甲 CH 有一段时间，还佫有争议，也是伫咧调整，也是安怎？所以你去查找台语啊，你看到伊迄个文献，也是你查出来字词，尤其迄个啥。我袂记一啦，反正就是捌伫文献有看到就对啊。准讲是白话字的系统，有一段时间伊嘛出现 TS 啦。啊，所以不管反正咱甲即种号当作外来啊，以咱外国人来看，反正你正看到 CH， 甲看到 TS， 你就甲差不多甲当作共款位置的发音就好啊。你莫当啊啥物，到底是 G 啊、C 啊、C 啊？因为注音符号伊其实嘛是用。无共的符号去分辨无共的音嘛，啊，对外国人来讲，伊会感觉 G7C 是共一个音嘛，伊可能，反正可能有听无，啊，若准讲伊听有，抑毋过伊无一直音发得出来，啊，这无要紧，反正就是一个符号嘛，你个甲记一套，先记一套，记学熟了，另外一套才倒去看，我感觉这应该对咱会晓讲台语的人其实无遐困难啦，只是大部分的人会讲，啊，英语呢？毋是，迄是台语字，好无？好，来，由另外你读，感谢。海水花，喷雨落地，喷做草头路，雨浪晚花结成海水花。要行好远，才为环境替换形体。游玩五人真足相看，荒芜内底心拢是共一个。好，感谢啊！毋知咱台顶朋友安读完，敢有啥物想法看法？我其实啥无呢，真歹势。伊是在讲波浪，海水花，你看海水汇流，激起如群花般的白色碎浪与飞沫，所以等于是有水影，啊嘛有水花，也是飞伫咧半空中的水汽，敢是安尼？伊讲的飞沫、水泡，朋友敢有啥物想法看法？
就是大 S 演迄个夏末之什么夏末之什么了，意思是迄啦。夏末之什么迄是啥？戏出来对哦，歹势我无看，我毋知歹势。反正伊即个搁即首诗内底有几个词，其实我三无呢。风雨落地，分做草头路。草头路是露水的一种，还是安怎？好，请讲，准你讲。我第一个吼，我甲吴老友即首诗写了是真水晓。真水啦吼。我解读讲，我所理解吼，头前一两吼，白笔啦吼，咧天顶叫做雨嘛，也是雨啦吼，当落咧涂骹是变边，草头路是落水。哦，呵呵呵 ，OK。所以云啊、雨啦是较大嘛、较侪嘛。对。落水是一滴。是。安尼吼。第二句讲，海涌啦吼，波浪，波浪若拍着迄落大礁嘛吼，拍着大礁就变做海浪啦，波浪啦变波浪啦，变较形体嘛较无共啦，所以伊是大变水即款感觉啦。总的来讲，伊也后壁来讲，云雾内底啊，拢是水分H2O 啊。对。你H2O 伊要讲是讲本质是共款的。内底成分拢是H2O， 是锌。不管形体安怎变，伊的锌是拢无改变。对。好，感谢俊迪解说吼，我才三较有。头前两段的第二段应该是讲引一过来拍上花，尤其是石头花。你若讲山坡地，你大概记袂啥物水花啦，当然嘛是有啦，只是讲若比较起来，可讲北海花，我毋知各位朋友捌去过北海花无？尤其迄个倒位啊，石门。或者是爱去甲野柳，反正就是北海花嘛，算属于石头花嘛。所以硬拍过来时阵，绝对拢破出去啊！一破出去了，就是讲啊，会变成海水花啊。因为一撮，还是一蕊，还是一股，我毋知。就是本正你若伫海上、海边，还未上花时，你会使看一零嘛，迄个影嘛，对无？当然，中无法讲啊。波浪嘛，对吧？一影嘛，拍着石头，迄个影着当然，因为石头你也毋是空骨力啊，讲规排，一定是石头是无规正嘛，大细粒嘛，关节平嘛，不管嘛，所以影一拍来绝对破出去的嘛，一破出去了，就是伊讲的变成花啊你啊。OK， 好，感谢啊。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OK， 对，我会记嘛，有你讲你是北地人嘛吼，但是你的波已经变做你迄波变成2的，已经是变南波流。是。咱北波吼，拢讲雨啊多，但是迄个波吼是水波，水较水。雨啊吼，雨迄是水较大。北部，所以有时若分了袂清楚的时阵，你会讲，拢是迄两个波拢分袂清楚。是。但是，意思是分的是讲，咱北部的咱较厉害，但是不管是啊，你著会去感觉。对。你若听，比如讲我你去看迄个亲家卖价高，看迄个，就是算主角是。然后王中定啦，伊高雄啦，是。伊迄个歌吼，开出来足明显的，伊所有的迄个迄个歌的吼，拢是歌甲足明显的。
鹅了安尼嘿，鹅了鹅啊就明显。对，是个感觉。但是对咱这个北部人感觉就对，就奇怪，所以所以我就讲，我去台中读册了，阮等下阮某讲，啊，你的台语哪变哪里？所以因为就讲嘛，当然是尾啊，就看资料才知，就是讲1908年以后，纵贯铁路拍通啊，南来北往交流交通更较方便，更较利便啊，更较接啊。还未拍通进前，就是你第一迄个庄仔头有可能是终老一生啦，无啥物机会出外啦。但毋过1908年以后，就哪来哪接嘛嘛。尤其1970年以后，更较接，迄是因为可比讲工业化，对无？因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了，是甲农业，互台湾农业即个社会慢慢转型对工业社会去。啊，田无啥咧做，就拢往工业区去啊，甚至林强会唱出迄首歌，讲向前行，迄是爱交流就更较接，啊一南参落去交地，就真正腔口拢已经混乱啊，更较严重啊！我去台中读册，有啊讲奇怪，你的台语哪变啊哩？所以就讲对我来讲，到底要安怎去甲迄个腔口搁找倒转来？当然，我想到的是去读过去的人的作品。尤其有声音档的，有声音，所以迄本字数是无偌侪啦。毋过迄本册不了教的原因是因为伊是4种文字，就是有英文、台文、中文甲日文，伊有加一个声音档。汉罗人参写含纯粹罗马字，爱采用的罗马字是教育部罗马字，所以。林立美教授伊1966年就去到美国啊，所以保留较侪，即马可能咱大部分遐声音，所以对我来讲，凡是参像安尼的节目较接近，可能阮原底就是可能艋舺北部甚至北地遮的腔音啦，啊无去到台中的卖对对去啊。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是毋是会使吼？准定办啊尾，还是其他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就是海水好感觉，经过安尼大家分享，感确实影真好写，真水啊！我感觉伊迄个用词有一点仔奇怪。来提出来分享。头一句伊讲分好落地，分做草头路，是安尼要分做，是安尼毋是化做是分，是安怎分？所以我咧摇吼，你看伊的中文顶头是化为草叶上的露珠啊，对无？对啊，伊是安尼要分，还是安怎分啊？伊是要强调？草头路，还是要分草头路甲树头路是无？毋是，我感觉伊是要你讲来这里讲。本甲分当然有真差啊！我咧摇，我咧猜想是，我咧。好啊，我疑问是讲，伊即摆是要讲头拄阵个老师解说嘛，伊就是要讲伊个液体、气体甲什物体嘛，对无？迄就是当然我无迄个理讲读啊。但是我意思就是讲，单纯来讲，分好落头壳变做路嘛，是安怎要分做？伊若要分做草头路，是毋是要分做涂骹水，是要分做树头路、树头路？来，另外一看呢，应该是讲，咱甲想象讲伊迄个一滴水，雨水下落去，到迄个草头路就是伫食物顶悬，有无？对啊，伊一枝草一点露，我咧摇是毋是一枝草一点露即个概念？一滴雨水安尼个拍煞，变做足侪草头路。就是一枝草一点露迄个概念吧，就。毋是，你着想象一滴雨水落来，佮变做足侪细滴啊呢嘿。哦，所以伊才会分是安尼分。是甲伊散开安尼。对。对啊，我是安尼着，因为安尼才会对上后一句，后是波浪海波浪的部分，嘛是因为迄个那个，哎呀。
我知我了解你意思，安尼你安尼讲我有抓着啊，哦，我都接受。啊，佮有伊迄个上尾第三段，有关人真接受。也嘛是食，我一直就是安尼要人，人的有啥物代志拢爱人呢？就是。嘿啊，伊我就是一直在想这句。为啥是伊？啊，伊头前，所以讲它是一个转化啦，在写那个他本来，我想看卖安尼讲，心境，你爱想讲这个诗的主要在讲的是讲，例如就是女人，就以我自己为出发点，然后我先形容一些那个字的变化，安怎对吧？不过真正在讲的是我毋望别人会使看到我遮尔侪变化，我为着要行较远，我有足侪变化，但是我的技术是画做无共款的，其实我的初衷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对，差不多。我是安尼想的。我理解嘛是安尼，毋过伊用安尼，我觉得足无法度。有关人真接受看，因为我是无介意啊，因为我感觉伤被动啊，真诶。人真接受看，对无？我无爱看，我无看伊。我头拄仔读到遮诶时阵嘛，小顿地。我上要决定诶，就是我要读用人，用人，所以你是甲别人都会真种看，所以你要了解就是讲，伊的重点就是里头的形体，头仔讲水的三态嘛气体、液体、固体无固体嘛，液体甲固体，也无固体啦所以不管安怎转换，拢是共款的物件就对啊。对，所以不管你偌侪人点样解说，也是爱会甲别人竞价吧我是我，所以心嘛是迄一个。因为即句，对啊，即马就是要爱甲人讲，恁啥物人要来了解我，你就是爱啥物人，你来直接来甲我研究。对，即句是安尼。我就是一对是，我虽然是一滴水，但是我本来是一个液体，是一个气体，对无？有逐种形体啊，对无？为着环境替换形体嘛，嘿啊。对，我为着要走较远的嘛，我为着要走较远的，所以我要适应即个环境，所以我家己变做无共款的形体啊，你啊。对，就是理论上，对，头拄阵的老师安尼解说是我都理解，但是我是感觉伊的用词安尼，我是也真正。即句，我感觉伊是毋是会，敢若有迄个跳来跳去？我讲跳来跳去是讲，因为游园是我游园的基态嘛，是我基态别人会使做啥物动作嘛？迄个动作是斟酌来甲我看，要毋过伊来甲我看，煞阁是用小看，即个。对，我要讲就讲即句，我一直要伊。又讲人，又讲小看。系啊，就敢若。向人嘛无要紧，你讲要向人嘛无要紧。对，就是。向你啦，你认真来甲我看。嘿，伊即背就敢若踅三个方向安尼。嘿啊，是你看我，还是我看你？还是你要互你互我看，还是我要互你看？你要小看。是。这是要食看食，这到底是？所以我讲小看，有当我伫台语内底讲小看，迄个小字无一定有真正互相的意思，无一定爱看，因为可要讲啥物？好，你讲，嘿，你讲。嘿。对哦。你看，我是一开始就讲啊，华语嘛会使啊你。了解啊，啊是。虾米拉面跟谁姐？我就想无听清楚。就讲，因为目前为止，阮读起来就是感觉，伊敢若是先有华语即个作品了，才来想讲，我家改做台语安尼。啊，当然，因为坦白讲，我也感觉伊读到来目前为止，可能也是
中文华语的迄个量细过伊的台语台文，所以伊伫咧处理的时阵，伊可能目前为止较上影，伫学习的时阵，真正你敢会使看到字词典互你的资料。你的生活当中若无的时阵，你就无法度营造迄种语境语气，啊无法度伊就是无，伊就敢法度对字词典找，对文献找啊。啊，所以即句才会，互阮遮的台语人讲，那敢爱叫安尼。啊，毋过我著讲嘛，袂使因为你惊有即种，若准讲咱真无客气啦吼，现主是咱随便讲有录音，假讲假说，随便讲咱会可能要真无客气，甲讲这可能毋对，啊嘛无需要讲，因为惊出现即种毋对，全拢无有即种作品，我感觉嘛无必要。就刚刚讲的嘛，你无一开始免到后壁会完美啊，对无？毋免真后才开始啊，你无需要惊讲啊，会有即种错误，而且因为诗的作品是安尼，就讲或者啥空气才人吉的啊，我写出来有即个语境，吼嘛真罕咧，咱准的老师甲学了讲，伊这语境写得真好。啊，当然要讨论啊，甚至要检讨，或者是感觉讲倒位会使搁较好，有，也毋过伊就留下一个作品嘛。未来，若搁有人搁转来看的时阵，我是感觉迄工想有啥想讲，吼，搁讲50年后，你看50年前咱温柔桥都安尼写啊，太袂使用 ，OK 啊，真好啊，你有去现着即个文本，互你勇气继续甲用落去。也毋过我感觉，即50年敢讲就袂有其他的。相像无相像，共款无共款，换金无换金的作品出现，敢袂有？一定有啊！我相信一定有。啊，50年后，迄个什么人，甲即个作品学出来，要支持伊的想法，看真好啊，真好啊！啊，所以就讲，我讲较了解啦。好，你讲。应该是安尼，就是他这个是，他用温馨喜。水就是参像准地讲 H2O，伊就是拟人化，伊即句就加做拟人化呢。所以讲，我一开始毋是讲咱感觉个性袂合，咱才被动安尼，对吧？对啊。我即摆了解啊，我知影，伊应该是即句开始，伊无变啊。头前咧讲迄个水，讲迄个变化嘛。对啊。抓落来即句，因为拟人化，伊是你想象就是你是迄个水，不管你是海水花也是草头路，你就是你确实是被动的，你伫遐啊，你是毋是爱等有人过来甲你看，甲你想，都看，嘿，甲你想，对。所以讲他用，所以即句就会合理啊，也就是讲华语就是。为怎伊安尼写？所以因为让你们懂啊。伊头开始嘛，应该是安尼啊，应该拟人化啊，用规篇来做一种隐喻，人之间的那种。无毋对，好，感谢芭比。这你较大声咧。因为你伤细声，我听无清楚。我搁较深入的来甲解剖吼，伊100首的诗，伊要呈现的就是爱情，所以你看哦，你看到搁较明显啦。不管要安怎讲啊，伊讲那啥，叫做我爱。不管时空安怎变，是事安怎变，对哦。伊要表达就是即个思想。核心的思想啊，安尼嘿。所以看我一段就是讲这爱，应该有一就是那个诗，这个诗就是讲我爱。抒情啊你。伊是一个查某，一个女性作家。正的那个理性脑。安尼。爱水的打石头的烂。爱你的心无变化哟，还是迄是歌词啊？敢是歌词？对啊，海水会打石头会烂，哦，夭寿。爱你的心无变化，是无变。我感觉。到底就是海上花啊。哦，对，海上。是这般柔情的你，安尼。哦，海上花，我真久无听这首歌，袂记即个伊迄个歌词内容啊。好，所以
我感觉伊要去翻译即个台湾漫游录，我感觉是，至少我个人感觉是挺好期待的啦，是挺好期待的啦。随便讲，因为我咧想伊头前即个如果咱会有另外较短的作品新拼出来无，我毋知影。台湾漫让什么集嘛是伊？龙舟集是伊翻译的啊。龙舟哦。因为我今仔钟声有较认真听咯。迄时阵，伊伫咧英国的时阵，伊问郑顺聪讲，伊想要翻译《小王子》，敢会使？甲讲小王子已经有人翻啊，你看要翻译泰加鲁无？拢是英语的，啊嘛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的作品，伊才讲好。龙舟集目前头一本台文头一本龙舟集的台文是伊翻译的嘛？我就讲未来应该有其他的版本。当然啦，就是讲。傲慢与偏见毋是伊啊。傲慢与偏见是迄个洪秀超老师，傲慢甲偏见。迄个专本的有声册嘛，敢若上市啊嘛，这是我嘛无去注意啦。敢若12个就上市啊，款专本20几万字的，迄个伊敢若出电子册甲有声册，无实体册。啊，所以其实这个经典作品是纯粹的台文作品嘛，纯粹的台湾作品嘛，中文版啊，在海外有日文版、英文版、其他语文的版本嘛。啊，若改翻做台文的作品啦，虽然讲是按中文翻译过来，不过至少是台湾的嘛，所以伊即两天就是愈来愈多人去甲台湾漫游录翻译做台文版是要表现出讲用台文嘛会使去欣赏到世界级的作品嘛，应该是即个意思啊。虽然讲毋是一开始。我你食这饭册无等着，迄啥物让鸟集无等着。夭寿甲拼掉哦！啊，真正是。我看足济，我可能老傲慢与偏见，啊，都头拄你讲迄本让啥物？龙舟集啊，你。啥物读哦？咱来读读是王旭荣老师的作品啊，你。因为我咧读的时阵，我有都小看者，啊，这本先卖。夭寿哦，安尼直接甲拼掉安尼。迄个我就讲，迄个1980台湾要来谈，咱来读读啦吼。啊，所以。反正就是我感觉台湾漫游，我个人感觉是会使期待啦，会使期待啦。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咱准备请来请讲。嘿。小姐第一本龙舟是所以我当会甲你问吼，因为我无听的啦吼。啊，因为迄本是翻译的。对哦。有一首就是讲，地理长啦吼。信过啊，所以伊翻的品质应该袂差太多啊，对啊。袂讲较大的真差啦。是啊。啊，这本立花吼，伊是家己写的。是。啊，敢若无人加写加吼，啊，伊会落用你的情景落较感快，但是伊是会晓写诗的人。为什么安尼讲呢？我听伊咧Podcast 内咧用访问诶，伊写诶是吊顶啊。是啊，伊有对啊，伊有吊顶诶，伊诶诗作是有吊顶诶啊，系啊。是啊。伊会当甲迄个事情要写出来，不管伊是要写男女之爱啦、爱情啦吼，但是你看伊中文写诶是纯啊。是啊，系啊。但是讲即马变做台文。变做较翻译啊吼。对啊。讲来讲，即马后壁要翻译一部。台湾漫游录啊。漫游录这部啊，有人甲写家吼，伊就应该会较地道，啊，就较符合台文，吼，安尼就较好看。所以我就讲是会使期待啦。会使期待啦，至少我是安尼想。我就讲，上无我就甚至应该上少2万本啊嘛。伊这个立花小说25000本嘛，啊，台湾漫游录是4万加7万嘛，迄7万是伊就讲即礼拜啥啦，就是搁加印出来嘛。啊，这7万本敢会真正卖完，也毋知嘛，因为时间未到嘛。啊，所以我就讲，毋才是讲4万加7万嘛。啊，较保守我就讲啊，台湾漫游录。
台文版的应该会使2万本起跳啊。啊，当然这时间拢还未到，拢也毋知嘛。因为2027年伊的戏出会上演，我毋知，我无看，我看袂出来是要用电影还是电视剧。听起来看，敢若有人讲是要用电视剧的方式来呈现啦。啊，这反正我是感觉拢挺好来平台啦，我是安尼想。好，安尼是毋是会使准备帮咱压尾啊？哦，即个海上花，海水花啦，歹势，上海水花。请讲。我无法度写伤多关于海域的物件，因为我自细汉拢是咧山顶诶，都市啦，无挖海边啊。海水的经验较少啦，所以会尽量啦来海水花一阵一阵的引拍酒打酒，秘书警卫的海水花，海水门打酒，可以拍酒敢袂惊，打酒天空白色的花蕊是对烫痛的眼皮。好，感谢准弟甲咱分享。所以我就讲，反正就是，因为当咱较想影你有迄个生活经验，你当然写出来较大吧。啊，毋过有当中即种文字的部分，就是爱发挥迄种啥，看一下生一个囝的能力。因为文字的使用，也是操作，也是掌握，迄就是一种想象力的发展嘛，对吧？你若毋是想象力去用束缚咧，吼，就敢若咱咧读1984，伊就真正要限制人的思想嘛，减少文字的使用嘛，一日去甲减去嘛。要毋过，迄真正是反社会、反人类的行为嘛。人也毋是真生啊，哪有可能讲伊安尼限制就限制？啊，所以当然，迄个小说1984的小说，伊是要呈现一种实际的变迁啊，是安怎？我就讲台湾笔合会起出展现出，敢若大梦就是电影共款，有去看过遐有回，对我来讲是可能学你送、学巴送，吼。当然，贵相对较少年是讲阿公阿嬷去看是，无啊，迄出可能敢若呈现真实社会的1%就无啦。所以真实的社会是更较恐怖、更较可怕嘛。啊，毋过透过即种戏出来展现，互咱会使知影讲哦，过去较想要有一遮的代志。啊，有一寡人要扫落白讲的，就是咱会使讲，我只是老，毋是死去，好无？无啦，哪有可能记载你去后白讲？所以我就讲，咱应该是甲上无，咱会讲转来嘛。啊，遮的文献，遮的有机会，咱就加读挂吧。我是安尼想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主要要读的即个1984，就暂时先读到啦。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也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管网、头网分享、网交流。好，今日咱先读到遮，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各位，